係大家好啊！天驕設計喺2025年嘅5月6號啦，咁啊嚟到荃灣嘅環宇海灣啊，為客人安裝咗呢個露台嘅隱形防護網同埋小米鋪嘅電動晾衣架啦。係啦，咁由於業主啦考慮到小朋友嘅安全啦，咁揾我哋公司咁啊安裝咗呢個露台隱形防護網，咁啊唔會影響景觀之餘咧，又可以保障到小朋友同埋家庭成員嘅安全，咁啊唔需要擔心喺露台會產生危險啦。係啦，咁呢個露台上邊咧，亦都裝咗個小米鋪嘅電動晾衣架㗎啦，係啦，咁啊開燈非常之光啊，比原本嗰陣原裝燈係啦，咁啊電動操控啦，咁下降去到一個自己覺得適合嘅高度咧，可以暫停或者係一路放到落大概係1.3米左右啦。咁啊呢度暫停啦，當咁呢啲位置咧，全部都係可以掛衫嘅，係啦，密晒啲窿窿，係可以掛衫。咁如果屋企比較多人嘅，唔夠位啊，呢個都可以伸展嘅，咁兩邊都可以伸展啦，係啊，兩邊。咁另外，如果你掛床單、被單啊嗰啲咧，呢度可以伸出嚟嘅，有支直桿，嚇。咁兩邊都係，呢度亦都係可以伸展出嚟嘅。熄燈，晾完衫之後撳翻上去，好簡單操作，係啦。咁小米鋪呢個款式有呢個灰黑色啦，同埋白色嘅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嘅都可以聯絡我哋天驕設計。咁就主人房嘅露台啦，亦都係安裝咗同客廳一樣嘅隱形防護網，咁啊3邊嘅。OK，多謝大家。